食署今宣布，即时开始加强边界管理，只要验出苏丹色素产品的制造商，拢将要禁止进口。国民党党团今嘛开记者会来批评，讲食品安全是完全曝光。卫生部部长许瑞元甲食署的署长吴秀梅应该爱入台负责。反抵案无节苏丹红辣椒粉的代志愈闹愈大。除了辣椒粉、沙茶酱之外，其他亲像是社卫生机关洗手啊也受影响，甚至连陆军的后勤指挥部附设供应中心也流标。国民党立法院党团第13开记者会，批评食安误权已经曝光，并且再一次点名卫生部长许瑞元加食药署长吴秀梅就要下台。薛瑞元是不是跟待退老兵的心态一样，只要数馒头混日子？食药署署长，我们在礼拜一的记者会已经正式要求，应该要负起政治责任。为了补救，食药署宣布将会跨部会合作，以后若是有负责人登记地址共款的公司，经济部会甲清单交予卫生部加强查扣，同时还加强立管有食安疑虑的化学物质，并且无限期禁止有验出苏丹红色素产品的境外制造商或者是出口商的输入。含有添加苏丹色素的产品，这些辣椒粉会无限期的禁止这些境外的制造厂或出口商的输入。吴秀梅强调，自3月7日开始，无论是边境输入食品，或者是后市场，若被查到违反食安法、有毒或者是含有害人体健康的物质，伪造掺假或者是假冒的代志，会立即停止伊输入查验的申请，甚至是直接销毁。那到3月12日为止，苏丹红相关的违规产品总共下架加封存20万5000外公斤。记者综合报道。这个苏丹红的事件是愈加愈快，即马佫查到王品的子公司万仙沙地酱甲阿基赛品牌川味鸡肉冒用到。阿基赛发出声明回释咧，讲到个人的品牌川味鸡肉受到苏丹红事件影响，528盒的产品已经卖了啊，会阁协助退货。另外，台中市嘛查到王品的子公司万仙的沙地酱有问题，王品是表示3月7日之前已经把产品隆重回收。